23半暝2点多，宜兰的五吉乡出一站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台大型连接车甲轿车相撞，造成轿车内底有3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警方讲，驾驶拢无酒精反应，可能是经过路口的时无注意其他方向的来车，目前正在调查当中。 监视器的画面录到透早2点外，宜兰县五吉乡五吉中路3段，一台大货车开到三兴路口，直接弄到要经过路口的一台白色的小客车。小客车用弄到路边，骑伫电火条啊遐，规台车密密麻麻拢变形啊！救护人员赶到位，对车内甲司机甲4个乘客救出来。当时有3个人失去性命迹象，2个人重伤，分别送往罗东圣母病院甲普爱病院。急救了后，小客车的司机甲坐伫后边2个乘客不治死亡。 我被吵醒。哦，然后你下来看的时候，就我下来看，伤者好像都不太乐观。附近的民众讲，透早遮的路口，车行顶敢若有闪黄灯来警示，最近常常发生车祸事故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当时大货车开伫五吉中路3段要转去，经过三兴路口，甲由南往北开来白色小客车来相撞。2台车开车的人经过酒测是无酒精的反应，车祸原因也搁调查。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。 造成唐姓驾驶及同车林姓乘客、黄姓乘客当场无生命迹象，经送医抢救后不治。另同车邱姓民众、银姓民众受伤送医，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。警方初步了解，死亡甲受伤的民众是对台北开车到宜兰找朋友，呼吁民众伫暗时开车，经过路口爱暂停，并且注意是毋是有来车才搁开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